不是害你爸妈出车祸那个人，也是那个001，是一个完全仿人的 AI， 被投放在我们学校里面。如果害你爸妈出车祸那个人，就是投放在玉贤高中的001，那这个危险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这件事，我一定帮你。 密码社都没人呢。夏长安，枉费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多，怎么密码社一个人都没有？程浩轩，密码社需要高超的数学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。你和夏长安在咱们班数学成绩最好，加入密码社。 所以这个社团主要算数学吗？差不多。啊，老师啊，谢谢您的推荐，但是其实我密码社的活动区域就在咱们学校最旧的那栋楼，社团活动迟到的话，哎呀，周五去密码社的时候记得穿件外套，冷。你不要高兴太早。啥？夏川，我觉得你数学挺好的，不过你还是差我一点。你是挺牛的，但是他就不行了，你不行，他可能会应付不来。你才不行呢！你再说一遍。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才不行，你不行。微信不像，那程杰呢？把001投入人群中，就是为了让他融入人群。程杰应该也不是，他太招摇了。你对。哇，这么旧的机器，现在还能用？哎，2016年呢？那时候我爸妈还是小孩呢吧？哎，你别说他是古董，在那个时代可新潮了。也对呀。哎，哦，这个可帅啊！躺上去又能给 AI 充电呢。但是咱们学校没有 AI 啊。哎，你想，万一以后我们有 AI 老师呢？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好。浩轩，你和长安数学比我好，以后你不要多照顾我了。谁跟你说话呢？你没有听见？我听见了。还有，你挡住我面板了。听见了你也不回个话。他说话我就一定要说话吗？哎，陈浩轩，你不回话，你至少说一个恭喜发财啊！毕竟我还请你吃过冰淇淋呢。上次是你们两个吃，我没有吃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能不能跟个机器人似的？